宏福苑火災令香港陷入難以言喻嘅悲痛。消防處共出動超過2300名消防同救護員喺前線奮戰，警務處迅速動員超過1000人維持秩序、疏散居民。災難遇害者辨認組嘅600位專業人員，佢哋一個個仔細尋找，努力揾返每一位失聯嘅居民，俾家屬一個清晰嘅交代。政府亦都已經啟動一戶一社工，確保每一戶都有專責社工作為陪伴災民嘅伙伴，持續跟進。政府亦都短時間內調動1800個單位，安置超過3000名災民，讓大家先有個安穩嘅落腳點。財政支援更係刻不容緩，政府成立咗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，注資3億元，同時籌款，短短幾日已有30億元。政府又迅速向每戶發放10萬元生活津貼及1萬元應急補助金。對於罹難者家屬，除咗20萬元慰問金，政府亦都提供骨灰安置同5萬元殮葬金。當局已經表明會豁免災民全額醫療費用，亦會寬免稅款同差餉，代繳地租，豁免今年7月至11月嘅水費及排污費等。呢一場悲劇必須查明真相，嚴肅追責。特首已經表明會成立獨立委員會，由法官主持。同時，警務處同廉政公署以涉嫌貪污、誤殺、欺詐，針對工程公司、承辦商同顧問，迅速採取拘捕行動，為咗大家嘅安全。政府更緊急勒令所有正在大維修、外牆有棚網嘅樓宇，必須喺3日內拆除棚網並停工。災民需要物資，更需要心靈嘅陪伴。服務嘅快慢多寡，難免會有唔同意見。但最讓人痛心嘅係，有人卻喺呢最脆弱嘅時刻，刻意挑撥憤怒、不安同不信任。呢場大火考驗住我哋社會嘅韌性，但願大家都能一齊努力，讓逝者安息，還生者喘息空間。